伊煮的母娘。家人的暗带道，真歹势，互你看到即款模样。这是阮查甫人，免烦恼，伊歹看，毋过伊袂振动，请你小忍耐咧。安尼了后，根据阿婆讲的，阿公患着中风几若年，结果全身不遂。即堆纸伞是各地寄来的有关治疗中风的批信，甲各地买来的中风药仔的纸袋仔。阿公听经过山关的过路人讲的，也是看新闻广告有关中风的疗法，伊一项都无漏交，拢寄批去买迄药仔。遮个批含纸袋仔，伊一个嘛无迄条，就安尼囥伫身边，看咧过日。几年来，遮个旧纸都堆甲若山咧。我无伊若无的话，甲身躯压伫火炉的顶悬。经过山路的自动车震动着这厝，秋天都遮寒，免偌久遮都会砍雪。是安怎即个阿公毋爱搬落山呢？我的衫穿烟，火吓甲我头痛。阿婆出去店面，含走强的查某家人开讲。安尼啊，顶届地内的查某囡仔搭遮大落，水当当呢，安尼对你真好，变甲遮尔水，查某囡仔大真紧。大概1点钟了，我听到走强的准备要离开的声音。我嘛坐袂住啊，干焦心肝底猫，煞无胆徛起来。我想，虽然讲因管是旅行，因为是查某人脚，我相信若准万因1、2起路，小走一个嘛足因会着。毋过坐伫火炉边，我还是心袂定。大母娘因无伫遮，我的空想若得到解脱，颠倒外跳跳。我问拄送因离开转来的阿婆，遐个家人的暗带啥所在？